Hello，今日同大家講下真係呢個加密貨幣嘅世界究竟前景啦，你有咩要注意啦？如果入嚟嘅時候，你需要有啲咩學習嘅過程啦。咁首先，again真係唔係投資建議，因為如果亦都咁講啦，如果有一樣嘢你係因為一個人講完你就跟佢投資咧，咁呢個投資一定失敗嘅。OK， 一定係你嗰個人講完啊，你覺得有啲興趣，你自己不斷做功課、學習、嘗試，跟住經歷一啲嘢，跟住自己有啲領悟，揾出自己一條路。當你了解呢樣嘢嘅時候呢，而你作嗰個投資決定呢，係你自己去作嘅呢個投資決定，唔係跟人嘅。咁開始，我覺得呢個咁嘅 pattern 呢，你就開始踏上呢條路啦，即係叫做即係行一條啱嘅路啦。因為所有聽人講嘅嘢咧，已經係二手啦。第一、第二就未必啱你啦。第三就係嗰人本身嘅認知經驗同你都完全唔同，即係佢做嗰個決定同你做嗰個決定已經完全唔同啦，係嘛？即係簡單啲講，李嘉誠做個決定同我做個決定已經完全唔同啦，視野啊、角度啊、資本啊、後邊經歷過嘅嘢啊、前面背負住嘅希望啊等等。咁所以即係希望係一個啟發咯，俾大家。即係如果你未聽過，因為今集都係講啲 BB 嘢嘅。如果你未聽過嘅，我覺得係值得去繼續聽落去，聽到尾嘅。咁如果你本身熟嘅，就可以唔使聽呢集啦。咁啊，直接去了解其他集啦。因為我哋即係我自己本身都係即係希望財靈雙收啦，係咪？即係我哋波士聯盟嗰個宗旨，即係希望財務自由。OK， 咁要留意啦，財務自由係自由嗰兩個字啊，唔係話要不斷追求個零啊，因為不斷追求個零咧，你就去咗貪婪，去咗慾望，咁係無止境嘅，嗰啲係多巴胺嚟嘅。譬如好簡單，我假設你有1000萬港幣，你已經可以自由噶啦。咁你追求1個億，追求10個億，你背後可能付出好多，可能你會有好多貪婪。咁去到1000萬1個億嗰啲咧，其實可能已經係慾望同你嗰啲多巴胺支配嘅啦，即係快感嚟嘅啫。咁我哋人生目的唔係追求快感噶嘛。我點解要追求財務自由咧？就係當我自由嘅時候，我就唔需要為一啲工作或者一啲我唔想要嘅嘢而限制咗我。當我有自由嘅時候咧，我先可以真係去修行，去靈魂個層次可以提升，達至可能開悟甚至開悟嘅狀態。咁呢個就係我哋即係我想同大家行嘅一條路啊嘛。咁所以嚟緊咧，真係嘅，我自己經歷過啦，亦都犯嗰個大錯誤啦。咁我發覺真係嚟緊20年咧，如果你唔接觸加密貨幣，唔接觸比特幣咧，你唔會死嘅，但係你要發達嘅機會極難。OK， 財務自由啦，唔好意思，我都講錯，發達唔係話發達，即係你要財務自由嘅機會好難，即係你要財富再上1-2格嘅機會好難。OK， 因為呢個趨勢係已經成咗型㗎啦。OK， 咁我講我自己少少經歷先啦。咁其實我自己早喺2018年咧開始第一次接觸嘅，絕對唔係早期嗰啲啦。早期嗰啲2012年啊、11年啊，我就2018年開始接觸。咁我嗰陣時點接觸咧？係透過呢個掘礦。OK， 即係了解掘礦呢個生意。嗰時真係去點樣去買啲礦機啊？喺荃灣嗰啲租個工廠大廈。咁投資啲礦機啊，跟住掘礦啊咁樣。咁好彩嗰陣時就冇投資，因為香港嘅電力係做唔到呢樣嘢嘅。而家你睇到世界最大嘅礦工礦場都係喺啲再生能源嘅地方啊，或者好低溫嘅地方啊，冰島啊，係嗰啲先做到嘅。OK， 咁好啦，跟住去到真正去買加密貨幣幾時咧？就係2000年01年。咁我買 Bitcoin 嘅時候，大約係2萬零蚊度啦。以太幣900幾蚊啦，咁而家 Bitcoin 就啱啱今日就創咗 all time high 啦，即係新高啦。咁就大約11萬度啦。OK， 咁呢幾年就犯咗一個最大嘅錯誤，就係我其中有一年我就需要用錢。OK， 需要用幾多嘅錢下嘅。咁我就面對一個抉擇啦。究竟我就將一層樓賣咗佢喺香港嘅樓嚟嘅，定係賣晒啲 Bitcoin 咧？咁嗰陣時我就用咗一個線性思維同埋傳統嘅束縛。咁呢個有機會都會再講講，之前我講過啦，即係受呢個傳統束縛，即係個觀念個認知束縛咗，冇覺醒到。咁結果係點啊？咁結果梗係，層樓
點都係香港揸樓冇死嘅咁樣。咁嗰陣時高位喎，層樓仲要係我冇買到，跟住就買晒啲 Bitcoin，咁我要套現去做我需要做嘅嘢啦。咁跟住揸一層樓，冇啦，到今日咧，層樓由高位已經跌咗唔止3-4成噶啦。即係我賣出即係我當時決定嗰陣時嗰個高位。咁 Bitcoin 咧，大家知啦，嗰陣時2萬蚊，咁而家11萬，咁啊爭即係嗰度又爭3成，跟住 Bitcoin 嗰度又爭5倍，咁前後，咁你知樓係有槓桿噶嘛？樓價爭3成對你嘅資本唔止係爭3成啊嘛。咁嗰度就即係我係奮鬥少10年噶啦，即係而家要奮鬥多10年，就彌補嗰個即係錯誤。OK， 咁當然呢個係一個好好嘅 learning 啦，即係令到我今日就再確定嚟緊嗰個即係我要投資即係個快車嗰條路應該點樣行。咁所以我而家其實個組合入邊咧，我都係一半一半。Hello， 多謝你聽到呢度啊！如果想繼續聽埋落去咧，歡迎去 Patreon 登記會員啦，亦都有更多深入嘅內容，同埋我哋係一個靈性同財富自由雙收嘅一個 community 啊！期待見到大家，拜拜。